大約280尺嘅單位位於 King Hill，項目由恒地發展，業主1年幾前以890幾萬買入，尺價超過31000蚊。玄關走廊嘅天花設有生口，打開係類似行李箱嘅收納櫃。物業戶戶配開放式廚房。隔離咧，我都見到有個窗嘅，其實日後即係煮嘢食嘅時候通風可能都好啲啦。咁但係你覺得用落咧又有啲咩優點或者缺點？嗱呢個咧就開放式廚房，其實好簡單嘅，有齊晒應有嘅嘢啦。咁有埋個窗，頭先你所講咧就係話我哋有好好通風嘅。咁但係咧，當我行埋嚟想煮嘢咧，我哋就睇下咯喎。呢個爐頭煮嘢，咁其實咧就，我就揩到件衫啦已經。因為點解咧？成個設計咧，呢度咧就係一個嗱，呢個就好靚嘅飾面嘅櫥櫃飾面，咁容易清潔添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窗底呢個位置已經係普通油漆啦，乳膠漆咧，其實行埋嚟咧，第一會容易磨花到啦，磨花個牆身啦。第二咧就係當我哋煮嘢真係咧，梗係好多油㗎，有一個爐頭喺度嘅。油啊，或者係切咗啲油啊，或者啲水啊、水氣咧，其實呢邊咧好容易咧就變咗揩到油漬啦。若果當初設計嘅時候，雲石飾面可以延伸去到油漆牆，除咗有助擴大廚房嘅空間感，相信對清潔亦都較為有利。天花木殼隱藏喉管，做咗弧形等嘅細節位。主人房大約50尺。同客廳望相同景觀，浴室喺主人房入面，座廁用咗一款隱藏式嘅水箱。呢個嘅設計咧，佢乾淨企理得嚟咧，佢都方便。點解咁講咧？嗱，佢面頭啲人做石啦，咁跟住咧就其實佢做咗個生口板啊，一個檢查口同埋清潔口。嗱，好簡單，拎起佢，咁啊拎起咗喎，拎起咗做咩咧？見到呢個時候水箱啦，嗱，水箱裏邊呢度有個水掣。咁萬一佢壞，我要清潔啊嘛，要維修啊嘛，咁就可以踩佢，可以做到維修啦。不過呢一種設計有啲瑕疵，使用旁邊面盤嘅時候可能要小心。呢個洗面啊，好多時因為呢個咧呢個水都大嘅，同埋呢個面盤唔深啊，好多時有啲水好容易切翻上嚟嘅，就佢會滴落去嘅。呢度咧就冇咁多水啦，或者揾啲毛巾喺度擋住佢。如果成個設計當初呢度會有一個我哋叫做止口，係凸上嚟嘅一個擋水位咧，咁啲水就唔容易去流過嚟咧，咁整個設計咧就完美好多啦。旗桿裡面有一道唔透光嘅磨砂玻璃門，通往16尺嘅工作平台，唔遠嘅對面已經係旁邊單位嘅工作平台。King Hill位於堅道，只有一座，供應187個單位，開放式至到2房，一房佔最多有115個，70個係開放式單位，2房只有2個。